花莲有一间连锁素食店，14号去2个囡仔来创治，乌白来耍这自助点餐机，订一笔2000外块的餐点，算小的时阵规家伙人呢，所拢走了。若讲这出餐的食物全部拢爱等掉，别个人客甚至讲因为安尼加等半点外钟。这员工一看监视器，佮发现讲这囡仔伫个店内底是乌白走、乌白撞，因此也打上网络来呼吁家长讲，家己的囡仔爱管得好势。 还会选信用卡或优比较好方便，不用啊，过台就好啦。镜头啊，一个点餐就会当加入购物车，素食店的自助点餐机操作真简单，无论是老的还是少年，拢会当真轻松来使用。不过，所有囡仔甲当做这个大型的智慧手机啊，伫遐安尼点来点去，买规大堆，点完一个准备要出餐，煞找无人。代志发生伫个14迄天，花莲一间连锁的素食店。 一家较法式的人来遮消费，2个囡仔伫遐耍自助点餐机，因落订金额有2330块。不过伫个要付款提餐的时阵，人煞无去，店员叫号叫无人，怀疑讲是咧创治。调监视器来看，才发现讲因早就离开啊。安尼，互其他的顾客嘛爱加点半点外钟，为着因即口罩，做好的餐点嘛拢全数报销去。还佫会当看到爸母放囡仔伫个店内安尼乌白撞，去甲铺上网，希望因爸母会当好好甲管教一下。没啦，自助点餐哦，你不能确认的话，他乱点。自助点餐机暗时佚佗机啊，管好囡仔的手地，敢有遐困难嘞？佮姚伊讲，敢是爱付钱才会当出单嘞？按完成结账的动作，就代表你要这个产品，我们就会开始帮你制作。所以有可能我已经先做了，然后那个人没结账，就可能落单了。 其实自助机仔台除了伫柜台取餐付款以外，信用卡、悠游卡，佮这个行动支付，嘛拢随会当甲这个钱纳好势。不过，不管是用倒一款方式，若是落单了后，厨房就会开始来制作，为着要互民众会当有多元的消费选择。不过，若是去拄到有心的人，也是较热气的囡仔，恐惊就会算断食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